食咗咧個人嘅精氣神都好咗。都好咗好多啊！我仲想買多幾份啊！好多姊妹託我幫手啊！有冇人買過天華嘅呢一隻嘅黃精加燕窩？黃精都知道好處啊！近排好多人都清楚黃精嘅，你想買黃精片一珍手等等，好唔好？黃精本來係一個好好嘅東西嚇。黃精叫做即係我哋叫做仙人草。其實以前呢，佢係攞嚟做對身體有幫助嘅東西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就同大家講一聲嚇，呢一個產品嚇非常之優秀嘅。咁你哋要嘅朋友，因為我都申請緊，我都要買俾我師太。要嘅朋友打個二字好唔好？打個二字，因為佢89蚊9，真係覺得好好食啊！89蚊9，89蚊9係兩盒嘅，89蚊9兩盒嘅。你哋報名嘅朋友打個二字，係啊，89蚊9。如果你哋要買一送一嚇。這樣子嘛，我不管你補貼是什麼補貼，你上次是你的問題啊，因為我覺得好吃，我覺得那個黃精很有用，而且你那個燕梨的，我看到那個燕窩啊，上面還真的是一絲絲的，我覺得你還是比較真實，我才跟你繼續去推廣這個產品啊。這樣子真係好好食啊！五一節又到了，母親節又到了，不多講，我也要買給我那個師太。你趕緊跟老闆說一下，好吧？行，那反正你聽華哥，你也認識我們老闆娘，既然華哥要買給師太吃，那這個面子肯定一定要給的，好吧？你這樣吧，華哥，你直播間2、3千號人，2000多號人，不可能人手安排一份，這樣我最多給你安排39份，你看可以吧？因為我們39份啊，39份，阿表妹幫我嗱咁樣拼手速好冇？呢一個係黃精，大家都知道黃精係叫做仙人草，黃精嘅好處對身體個好處都清楚啦。39份，大家拼手速好冇？你哋搶一搶啦，因為五一節就快到啦，因為亦都用得上，係節日用得上，同埋啲姐姐們，大家如果平時瞓得唔係咁好嘅，想自己養養顏顏嘅，想自己身體各方面得到補充嘅滋養嘅，好啦點樣食法啊？平時就擰開嚟，就咁擰開嚟食就得㗎啦，好方便。佢裏邊係攞咗印尼嘅嗰個即係嗰個印尼嘅燕窩，同埋攞咗個黃精俾大家睇睇先嚇。係89蚊9，你先拍拍先。好多人問黃精有咩用呢？黃精就係特別大嘅，就係對於我哋男人，我哋個腎仔唔好嘅。就係對於我哋腎仔係非常之好嘅，同埋我哋蛇啊、女士啊、手腳冇咩力，同埋手腳冰冷嘅都係可以食黃精，係非常之好嘅。好靚嘅，你哋母親節送俾媽媽，母親節送俾媽媽，自己攞嚟買嚟食咧都好好嘅。黃精咧就係好難得嘅，你哋有食燕窩食過啦。平時嗱，阿表妹佢都去過越南嘅，咁啊越南嘅燕窩啊大家都清楚，咁非常之靚嘅啦。咁難得今日咧有活動，因為佢印尼，點解佢印尼嘅燕窩咁好咧？係因為佢哋嗰個亦都有自己嘅獨立嘅燕屋各方面嘅東西嘅。今日得39份嚇。而家剩翻35份，剩翻36份，剩翻34份，剩翻33份，大家自己拼手速啦，好唔好？89蚊9，到手係有2盒，買一送一，買一送一，仲有一盒裏邊係有2468，冇錯係8支嘅，咁裏邊係有黃精，實打實嘅黃精，好靚嚇，咁裏邊亦都係有嗰個燕窩。個盒後邊咧係標明白嘅，嗱我俾大家睇睇，你哋收到貨之後咧，個盒後邊都可以講得好清楚㗎啦嚇，嗰裏邊含乜嘢㗎？嗱，我哋呢個盒裏邊係講明白啦，前邊啊，我先俾你前面睇睇先。呢個叫做黃精鮮燉燕窩，平時大家自己燉燕窩都有排搞㗎啦，而且今日係可以食到真真正正嘅印尼嘅燕窩。係真真正正嘅呢一個嘅黃精，裏邊嘅個克數各方面係一盒裏邊係8瓶嘅嚇，好少可。咁裏邊嘅成分嚇，咁蛹蟲草仲有3樣嘢㗎，一個蛹蟲草，一個係燕窩，一個係黃精，一盒裏邊添加咗幾多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㗎啦。咁好難得今日做活動㗎啦，所以大家自己拼手速嚇。而家剩翻28份嘅啫，28份嚇，27份啊。89蚊9，嗱母親節就快到啦，送俾自己，送俾我都要買2份俾師太下，你哋可以乜嘢嘅？因為我覺得呢個黃精我都拍咗3份啊，我姊妹託我幫手啊。係啊，你哋自己計數啦嚇。好好啊。剩翻24份、23份，2號鏈接嚇，2號鏈接，因為我都要自己都要買，咁啊89蚊9，平時大家都知道呢啲喺線下買好貴㗎，佢點解會做呢個活動呢？因為佢線下佢太多成本啦，所以佢直接去擁到去線上買。咁我將一啲嘅報告同埋俾大家去望一望嚇，你哋拍住先。如果大家買開燕窩都知道，我哋印尼嘅燕窩係好出名嘅，而且佢入邊仲添加咗我哋嘅黃精，我哋嘅黃精仲係九華山九精九曬嘅黃精嚟嘅，即係對於我哋嘅滋滋寶寶係非常之好嘅。冇錯啦，裏邊咧嗱，攞到裏邊係進口嘅印尼嘅燕窩啊，同埋冬蟲夏草就係蛹蟲草，同埋九精九曬嘅黃精，3重嘅滋滋寶寶。因為本身大家都知道燕窩酸
自古以嚟，如果想靚嘅朋友，想自己身體好嘅朋友，你女人們啊都係老得快，好老實。除咗食物葛柳因呢啲嘅滋補嘅東西，我都係今日呈現俾到大家嘅。想自己皮膚好嘅，瞓得好啲嘅，包括想去洗手間都順暢啲嘅，包括你精精氣氣神神嗰啲腎仔唔係好理想嘅，男好女好嘅，你想自己充滿氣力嘅，溫溫補補嘅，食呢一個黃精加呢個燕窩，再加呢個冬蟲夏草，佢係3合1嘅。